节奏哈拉一起拉上来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啊哟喽。 所有的爱心人士，谢谢啊！感谢的，再次感谢我们的庚嘎老师，谢谢大家，再次掌声响起来，好不好？现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媒体人，我提醒一下，你们明天有头版头条了啊！著名的咱们歌手庚嘎先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为了助力灾区要哈达了。 头条出来了啊！头条啊！谢谢感谢。那说心里话，我们作为在外打工的单爸儿女，知道我们家乡受了这样的灾难，我们也是义不容辞的，在我们这个我尊敬。